喺南非呢片充滿神奇同魅力嘅土地上，有一列火車，票價高達$10,000。美國前總統奧巴馬坐完之後，都對佢讚不絕口。喺呢趟旅程入邊，瞓嘅係維多利亞風格大床，浸嘅係可以望到窗外草原嘅浴缸，飲嘅係嚟自南非頂級酒莊嘅美酒，而窗外係成千上萬隻火烈鳥掠過天空嘅壯觀景象。We like to call ourselves the most luxurious train in the world. 佢好多車廂都有150年以上歷史，由世界各地收集而嚟，經過奢華改裝之後，就變成維多利亞風格嘅流動式5星級酒店。全車最多只可以容納72名乘客，整個車廂採用全木結構，擁有獨立冷氣系統同可加熱地板。喺每間10幾平方米嘅套房入面，設有超大型淋浴房同全套衛浴設備，仲有柔軟大沙發同標準大床，5扇大窗可以隨時打開，俾你盡情享受沿途風景。呢個就係南非最具貴族氣派嘅羅沃斯鐵路 Rovos Rail 非洲之奧列車。佢憑住極致奢華，吸引嚟自歐美、日本同南非本土嘅達官顯貴、富商名流，並被評為全球10大豪華列車之一。今日就讓我哋一齊走入非洲之奧嘅奢華旅程，探尋佢與別不同之處。佢嘅故事要由呢座位於印度洋沿岸嘅城市德班開始。呢度亦係南非最繁忙嘅港口城市，融合印度文化同祖魯傳統，並以熱帶海灘聞名。1860年，南非第一條鐵路線喺呢度開通，第一台機車嘅轟鳴聲打開咗呢片土地鐵路運輸嘅篇章。呢趟奢華列車由德班出發，向北行駛近500英里，前往比勒陀利亞，之後向南行駛1000英里，穿越傳奇嘅卡魯沙漠，最後抵達南非最古老嘅城市開普敦。列車經理埃里克同佢嘅團隊為每一次旅程出發都做足精心準備。乘客陸續抵達德班車站，滿懷期待，渴望登上呢趟豪華列車，展開一段難忘旅程。喺列車上，工作人員好似一家人一樣緊密協作，為乘客提供5星級服務。由精心準備嘅美食到貼心嘅客房服務，每一個細節都力求完美。不過列車營運並非一帆風順，有時仲未出發，已經各種狀況頻頻出現，所以檢查人員必須逐項檢查並簽字之後，先可以放行。非洲之奧列車由英裔南非富商羅罕沃斯家族營運。1986年，佢創辦羅沃斯鐵路 Rovos Rail， 最初目的不過係想帶住太太同4個孩子一齊坐火車去探尋野生動物嘅夢想。由於政府只收嘅鐵路使用費令佢負擔好大，於是開始售票補貼營運成本。估唔到非洲之奧發展到今日，已經成為全球頂級豪華列車嘅代名詞，並且擁有450名全職員工。羅罕亦已經將自己其他產業全部轉讓，將全部精力放喺打造奢華火車帝國之上。喺過去20年嘅光輝歲月入邊，享有鐵軌上嘅豪華郵輪美譽嘅非洲之奧列車，憑住遍布南非以及南部非洲嘅10多條經典旅行路線，贏得無數名流顯貴稱來。喺德班車站，客人正喺度辦理入住手續，工作人員將乘客行李箱送往車廂，每一個部門都喺緊張忙碌，特別係廚房入邊嘅廚師更加需要做好全面準備。接落嚟，為呢趟旅程提供動力嘅係2個18E 型電力機車，每個車頭長達14.6米，高3.9米，闊2.8米。呢啲車頭全部由南非國家鐵路網營運公司南非運輸公司提供，目前總保有量只有728台，必須喺基輔統一完成保養之後，先可以送往非洲之奧呢類公司。接住所有乘客開始登上非洲之奧。今次旅程共有37名遊客，並有16名員工提供旅途服務。隨住一聲清脆鳴笛，世界最豪華嘅私人列車非洲之奧緩緩駛離德班車站，開啟第一段向北近500英里前往比勒陀利亞嘅旅程。呢趟列車嘅組成部分分別係2個車頭、1節發電機組、員工車廂，接落嚟係餐車車廂同專屬廚房，之後仲有8節客車廂、24間套房同2個休息室，以及一個帶有露天觀景台嘅車尾。搭乘呢趟列車，
票價喺$1500到$3000區間浮動，實際金額由所選套房類型決定，專屬管家亦都隨叫隨到提供貼心服務。列車上最大嘅當然係皇家套房，房內配備2張大沙發同1張特大號雙人床，躺喺床上就可以將窗外精彩景致盡收眼底。此外，套房仲設有寬敞浴室，瞓喺浴缸入邊，同樣可以直接欣賞外面景色。今次行程歷時3日，由德班啟程之後，向北駛入壯美嘅千丘山谷地帶，再前往萊迪史密斯，接住穿越雄偉嘅德拉肯斯堡山脈，然後經過廣袤平原上嘅農田，最後抵達比勒陀利亞。每一段路程都會遇到挑戰啊！好在司機加里擁有40年嘅駕駛經驗。嚟自索韋托嘅調酒師埃迪就以調製美味馬天尼，而且風格獨特而聞名。美景加美酒，自然又係另一番滋味。一路上景色、風險同驚喜交替出現。1個鐘之後，列車就進入祖魯王國。呢度就係千丘山谷，佢沿住烏姆格尼河延伸，因為周圍無數幽靈同山脈而得名。呢度亦係呢一段旅程嘅主要特色之一。由於地形崎嶇，列車要翻越山脈，仲要穿過4條隧道，火車沿住陡峭彎道越爬越高，喺短短40英里距離之內攀升超過2000英尺，對列車車輪造成嚴重磨損。南非擁有世界第11大鐵路網絡。南非運輸公司喺約翰內斯堡嘅國家指揮中心管理住近2萬英里鐵軌。由於前方路段正喺度臨時維修電力，非洲之奧遇上今次旅途中第一次緊急停車。工作人員話，因為有大量盜賊破壞電纜，所以佢哋幾乎每日都有修唔完嘅線路，但係維修費每年已高達50億美元，實際損失更加高達驚人嘅3.5億美元。有時因為電纜被盜，列車一停就係20幾個鐘以上。好在今日維修只係花咗20分鐘，非洲之奧再次踏上旅程。非洲之奧列車所有車廂都嚟自世界各地嘅廢棄材料，所以需要進行改裝同維護。為此，佢哋設有專門改造工廠，入邊成日有6-7節車廂等住翻新改造。老闆表示，佢哋從來唔購置新車廂，原因係買舊車廂成本低好多。一般而言，翻新改裝一節車廂大約需要23週。經過改造，原本普通嘅車廂就可以華麗轉身，變成豪華套房車廂。接落嚟，列車臨時停靠喺一個小鎮，乘客有機會落車外出觀光，而列車上嘅工作人員亦把握呢個難得空檔，投入忙碌工作。廚房入邊，大家正熱火朝天地準備晚餐。喺列車前部有一間獨一無二嘅洗衣房，入邊2名工作人員肩負重任，既要確保穩定供應全新床單同床上用品，滿足乘客日常起居需要，亦都完成乘客交付嘅洗衣服務。與此同時，乘客喺車外着意享受雞尾酒派對，唔使幾耐，佢哋就會再次登上列車，向住下一段旅程進發。夜幕降臨，列車遇上惡劣天氣，一場暴風雨突然來襲，閃電劃破夜空，對司機而言係極大考驗。信號受到天氣影響出現故障，司機離機不得不停低列車，等待通行許可。經歷一波三折之後，列車抵達萊迪史密斯車站，並喺呢度停靠過夜。第2日，乘客前往南非布爾戰爭遺址參觀。布爾戰爭由1899年持續到1902年，鐵路喺呢場衝突入面扮演重要角色，運送咗大量士兵同埋武器裝備。與此同時，南非運輸公司嘅維修小組正努力修復因暴風雨受損嘅光纖電纜。一棵大樹倒冧，壓壞光纖線路，導致列車調度信號中斷。維修人員爭分奪秒剝開、清潔、切割並溶接每一根光纖。好在技術熟練，成功修復電纜，列車先可以繼續前行。之後，列車前往恩姆巴蒂尼野生動物保護區。呢片佔地9500公頃嘅私人保護區係好多珍稀動物嘅家園，包括著名嘅5大獸。乘客喺保護區內見到角馬、水牛、獅子、長頸鹿等動物，近距離感受大自然嘅神奇同魅力。不過，野生動物亦為列車帶嚟挑戰。非洲之奧作為世界上最奢華嘅私人列車，乘坐佢嘅遊客非富即貴，大多數都中意追求刺激旅程。
畢竟3日行程就要花費高達$3000，安全係萊沃斯鐵路面對嘅最頭痛問題。由於鐵路沿線冇圍欄，動物經常喺鐵軌上行走，列車司機需要時刻保持警惕，避免發生碰撞事故。以前就曾經發生過列車撞上大象嘅悲劇。為咗防止同類事件再次發生，佢哋對自家小型機車車隊進行改造。原本細小車窗代表司機視野有限，所以佢哋切斷裝有制動系統嘅車臂頂部，再移到後面，並加裝橫跨火車前部嘅車窗。呢種全新嘅改裝可以幫助駕駛員更快發現大象，從而留下更多時間停低火車，列車繼續前行，駛入傑明斯頓車站。此時距離開德班車站已經2日。喺呢度，非洲之奧列車需要更換更有力量嘅車頭，由南非運輸公司嘅機車換成佢哋自己改裝嘅機車，因為接落嚟嘅行程經常會遇到野生動物。經過一番波折，列車終於遲到30分鐘抵達比勒陀利亞車站。呢種遲到喺南非已經算係非常成功嘅壯舉，因為大多數時候列車每日遲幾個鐘都係常見嘅事。由德班到比勒陀利亞嘅旅程結束之後，列車團隊又開始為下一段由比勒陀利亞到開普敦嘅旅程做準備。呢係一段更長嘅旅程，意味住要增加6節車廂。團隊面對巨大工作量，佢哋需要清潔、維護列車，儲備3日新鮮食材，當中包括87打雞蛋、150條麵包同44瓶威士忌。洗衣房入面亦都加緊準備床上用品。然而，就喺準備過程之中，列車水箱壓力設定錯誤，導致水箱破裂，冇水，調酒師無法調製飲品，廚師無法準備飯菜，乘客更加無法使用洗手間。焊工表示，修復大約需要3個鐘，令整個團隊陷入緊張狀態。等候維修期間，列車團隊安排旅客參觀約翰內斯堡附近嘅鐵路學校，每年有優2000名學生喺呢度就讀。南非所有列車司機亦都係由呢度培訓畢業。考官會喺隔離監控司機嘅模擬駕駛操作，模擬器上會出現大霧等唔同天氣狀況，甚至會有前方突然出現野生動物嘅突發情況，需要司機作出合理合規嘅操作反應，亦包括進入隧道後嘅燈光切換，或者突然遭遇火車相撞時嘅應急反應。只有考試達到80分以上，先算係一名合格列車司機。喺接落嚟嘅旅程入邊，乘客欣賞到南非壯麗景色、跨越亞爾河嘅14溪流大橋、成千上萬隻火烈鳥嘅壯觀景象，以及逐漸接近嘅卡魯沙漠。當列車抵達金伯利車站，乘客前往參觀著名嘅金伯利鑽石礦，亦被稱為大坑。呢度係世界上最大嘅人工挖掘地，深達1097米。1866年，一個名叫丹尼喬可伯嘅人喺呢度發現第一粒鑽石，此後吸引成千上萬淘金者。由1866年到1914年之間，超過50000名礦工喺呢度挖出超過3噸鑽石。列車喺酷熱沙漠行駛後嘅狀況令人擔憂，所以檢查同修理變成家常便飯。南非運輸公司喺科達運動場站點會對列車進行更詳細檢查。喺呢個佔地232英畝、非洲大陸最大鐵路設施入邊，工作人員對列車部件進行嚴格檢測，例如透過磁粉探傷檢測，發現潛在致命嘅缺陷，確保列車同乘客安全離開金伯利車站之後，列車繼續前行。乘客享受住列車上最後一頓晚餐，列車經理喺最後一晚負責傳菜，確保一切完美呈現。大家喺歡樂氣氛中為呢次難忘旅程乾杯。最後一日，乘客有機會喺沙漠中徒步1個鐘，感受呢片土地嘅獨特魅力。儘管夏季氣溫會飆升至38攝氏度以上，但清晨涼爽，令今次徒步十分叻意。列車會喺前方3英里處同旅客會合，然而喺佢哋身後，電纜盜賊猖獗，為鐵路運輸帶嚟極大困擾。離開卡魯地區，進入美麗嘅西開普省，黑克斯河山脈嘅隧道工程令人驚嘆。最長一條隧道長達8.5英里，火車直接穿山而過。當列車駛入開普敦車站嘅時候，列車經理心中滿係感慨。佢希望每一位乘客都可以享受呢次旅程，亦期待未來仲可以同佢哋再次相遇。呢唔單止係一次簡單旅行，
更加係一次對南非歷史、文化同自然景觀嘅深度探索。呢趟奢華列車旅程最初只係一位父親想為家庭旅行做一啲特別安排，如今卻發展成一場盛大嘅旅行盛宴，吸引世界各地嘅旅客前嚟體驗。若果你以為旅行只係由一個地方趕去另一個地方，咁南非藍色列車一定會顛覆你嘅認知。呢絕對唔係一列普通火車，佢係一座喺鐵軌上飛馳嘅夢幻宮殿，亦係一場奢華到極致，足以令你重新定義旅行意義嘅非凡體驗。喺南非廣袤無垠嘅大地上，呢列好似藍寶石一樣璀璨奪目嘅藍色列車，宛如一個神秘傳奇，吸引住全球頂尖旅行者嘅目光。呢就係南非藍色列車 The Blue Train， 高達$10,000嘅票價，令人坐完仲想再坐。原因到底係咩？美國前總統奧巴馬喺訪問南非期間，亦忍唔住去體驗藍色列車。佢對列車服務讚不絕口，表示由搭上列車嗰一刻開始，就感受到南非人民嘅熱情同專業。喺列車上，佢品嘗住精心烹製嘅南非美食，同隨行人員交流對南非嘅印象，度過一段難以而難忘嘅時光。藍色列車嘅歷史好似一部厚重史詩，佢嘅起源可以追溯到1923年，當時名為聯盟快車，主要用嚟連接南非行政首都比勒陀利亞同立法首都開普敦。經過多年發展同變革，1997年正式更名為藍色列車，並憑住無與倫比嘅奢華體驗，成為全球旅行者夢寐以求嘅旅行方式。藍色列車由19節車廂組成，全長約200米，車身外觀以經典藍色為主色調，再配上金色線條裝飾，盡顯高貴典雅。走入車廂，仿佛踏入一座移動豪華宮殿。車內裝飾採用頂級木材、皮革同織物，每一件家具都經過精心雕琢。列車設有多種套房類型，由豪華單人套房到寬敞雙人套房一應俱全。套房內配備寬敞舒適床鋪、柔軟床褥同高品質床上用品，令乘客仿佛置身雲端。獨立衛浴設施唔單止提供私密空間，仲配備高級洗浴用品，令乘客喺旅途中都可以享受極致舒適。藍色列車嘅服務更加堪稱一流，由你踏上列車嗰一刻開始，專業乘務人員就會為你提供無微不至嘅照顧，貼心安排行程，解答各種疑問。餐飲方面更加係一場味蕾盛宴，列車上嘅廚師團隊精心烹製各種美食，由傳統南非佳肴到國際美食，每一道菜都選用最新鮮食材，精心烹調而成。譬如招牌烤羚羊肉，就精選南非草原上天然放養嘅羚羊，經過獨特香料醃製之後，再喺特製烤爐中慢火烤製，外皮焦香酥脆，內部肉質鮮嫩多汁，每一口都充滿濃郁肉香，再配上特製醬汁，風味獨特，令人回味無窮。仲有經典嘅薄薄迪，呢道菜融合多種香料同碎肉，再加上一層香濃蛋液焗烤，口感豐富，甜鹹交織，散發濃郁南非風情。再配上嚟自南非著名酒莊嘅美酒，令乘客享受美食之餘，亦能品味南非獨特嘅風土人情。藍色列車主要行駛喺比勒陀利亞至開普敦呢條經典路線上面，全程設有10幾個站點，當中包括充滿文化底蘊嘅約翰尼斯堡、風景如畫嘅金伯利，以及途經斯普林博克、廣袤原野同迷人星空，為旅途增添另一種浪漫。沿途可以飽覽南非壯麗自然風光同人文景觀，而佢嘅票價會根據唔同行程同季節有所波動。通常一次由比勒陀利亞到開普敦嘅6天5晚行程，票價介乎4000到$10,000之間。當然呢種極致奢華體驗票價睇落並唔便宜，不過對於追求極致旅行體驗嘅人而言，呢一切都係值得嘅。因為喺藍色列車上，你收穫嘅唔單止係一次旅行，更加係一段難以忘懷嘅回憶。南非藍色列車承載住厚重歷史，展現奢華魅力，提供無與倫比嘅服務。坐上呢趟列車，你感受到嘅正正係呢片土地獨一無二嘅魅力。